中国甘肃省昨半暝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目前所在尚无126个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喷发，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厂恐惊随时要砍掉，当局下令撤走4000人。2024法国小姐是一个20岁大学生体育冠军，嘛是开办103年以来头一个留底头章的，引起众人的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中国的甘肃省，昨半暝是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深度敢若10公里尔，而且到今佫一再有地动尾，造成重大伤亡。目前所在有尚无126个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也因为即马当地温度已经降到零下20度左右，现场真侪灾民是包面罩被就走出来，伫咧路边行火。有专家就警告，这黄金的救援时间恐惊是无到72点钟。熊熊大地震赶紧造成中国甘肃省吉州山县18半暝11:59发生规模6.2的强烈地震，地震的深度敢若10公里，各地短1点钟内测到32解余震。甘肃省甲附近的青海省拢出现重大伤亡。根据官方的统计，到19下晡已经知影126个人死亡，536人受伤，超过15万间厝毁损，电力甲道路嘛损坏。那么这个区域受到整个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这种长期的这个挤压作用下的话，区域的这个构造活动非常的强烈。那么在这种挤压过程当中，发生这次逆冲型的这个地震也并不特殊。目前各地投入救灾，不过因为当地目前气温零下10外度，灾民第一时间走出来，赶紧穿羽绒衫，也有人披毯啊，为一个箍仔起火烘烧，嘛增加风险。黄金救援时间恐惊较无72点钟。救援队为这灾民搭天道，马上清会烧的一寡物资。另外，吉州山当地的建筑大部分拢是土木砖啊烧烂的木质结构，抗震性较差，嘛地势损坏更较严重。村子的受灾情况就如大家所见，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受前期这个寒潮以及强降温的影响，所以呢，周边的这个雪还没有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是全力展开搜救，国务院总理李强嘛表示，爱甲灾民安顿好。咱国府院也阁海陆两会，拢对这代志表达慰问甲关怀。总统蔡英文嘛伫社群平台用简体字发文，强调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这里呢，对于罹难者还有他的家属呢，表达哀悼和慰问之意。我们也希望伤者呢能够早日的痊愈。如果有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的话，我们相关的单位呢，很乐意呢提供各项的协助。内政部上述表示，已经完成160个搜救队成员，包含医师、护理师甲结构技师，4架搜救犬，也有13栋各种搜救装备整备。听候中国提出支援请求，就会当全机支援抢救掉伫内底灾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咧澳洲的东北部，即马是爆发几十年来上严重的水灾，沿海都市变孤岛，阁有哭旗是河水冲出来，伫路边咧烧。刚才是有请动物专家来甲掠走。今仔另外一边，中国嘛有强烈的冷气团吹到鬼，但是连南边的广东嘛咧落雪。He's looking at you. Oh, he's having a whale of a time. 透强风落大雨，这几天侵袭澳洲东北部沿海城镇，有酷鱼趁河水涨悬走起来落来佚佗，引起不少居民关心。一只2.8公尺长的酷鱼，伫串流的水内，那亲像伫冲泳，头一直冲出来。昆士兰当局烦恼伊会走来主题区攻击人，派野生动物专家来抓，因先用锁啊甲酷鱼的喙套条的，无真久。再甲一直令的酷鱼拖真欢，所以一个人赶紧甲酷鱼头摘掉的，一个人用骑马姿势甲尾饲掉的，再甲酷鱼装入个箱啊送去庇护所。毋若酷鱼出来互人惊，澳洲滨海城市凯恩斯差不多去大水包围，也有小城镇对外交通拢长期变作孤岛，出现水淹病院、病患掉伫厝顶的情形。当局拜已紧急派直升机救援，搁特别关心行动不方便的老人。I'll give you a hand to get you out of here, okay?伫这当时极端天气也伫中国发威，今年入冬以来上强寒流顶礼拜到位，北京路面暴雪过了后规个结冰，民众赶紧驾驶签掉。拜一的温度也是伫零下15.5度，接近历史的极点。伫路行的人大家风甲888。温度的话，确实比去年同期是要冷了很多，还好。
整体感觉还好。对，都穿衣的，在路上比较冻潮。18开始受到新一波冷空气的影响，安徽、江苏这些所在落大雪，连南部广东嘛罕见落雪。气象单位预估这礼拜大陆北部、内蒙古，也有中港流域部分地区温度也是会偏低。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昨是火山喷发，规火场是喷超过100公尺高，已经影响到首都的机场飞人机的起降。上界烦恼的是附近佫一座地热发电厂，恐惊随时要砍掉。目前当局已经下令撤走4000人。岩浆一直为地面的泥棚喷出来，在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18暗时发生火山爆发。为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都会当看到火山爆发，甲暗暝笑甲光影影。火山爆发的地点在希腊城镇，格林达维克东北部差不多4公里的所在。火山的立方差不多3.5公里长，岩浆以1秒100至200立方公尺流动速度向格林达维克行刷。互人更加烦恼的是，离格林达维克差不多6.4公里的所在。有一间地热发电厂，这间发电厂发的电提供在地差不多3万人使用。But very close to the town, we have a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e have a power plant, and we have the fresh water reservoir, and the hot water is also coming from this area. So there's a lot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very close by. 当地因为火山爆发产生的地动，地势车路变甲真大坑，还佫不时咧呛烟，两边互人看了会惊。冰岛为10月底开始，就真正发生真大的地动。到11月中，地动的频率甲强度拢向增加，累计有2万件以上。当地提早全面甲格林达维克4,000个居民疏开，而且甲真出名的景点拿乌温泉关起来，嘛赶紧伫苏瓦尼心格地热发电厂附近施工，希望甲岩浆引导去别位。目前发电厂以远端操作的方式来维持运作。在2021年之前，雷克雅内斯半岛有8个世纪无火山爆发的事件。火山专家指出，这有可能是当地火山活动新的时代开始。冰岛气象局表示，格林达维克火山喷发的活动也无停止的迹象。在地居民伫地基内要登去处理，恐惊是真恶。公司新闻江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景，东京竟是听最近有去查卡布奇町的公关店，其中发现讲有超过70个店，这消费支付拢无效像草，卖输咧讲盘啊，拍算未发。朝鲜日报，韩国出名的景点景福宫，连续2天表面拢向乱做乱飞，其中一个嫌犯已经自首，还有2个也未抓到。超工破坏古迹，这刑期恐惊是3年起跳。英国探报道，强调反移民和德国情报单位列作极端组织的 AFD， 德国另类选择党头一届讲选市长选赢，表明这极右派势力已经对砖头发展到都市。纽约时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项上新的研究，讲猩猩的记忆真强，其中有一只猩猩甲因阿姊已经分开26年，到呾看到相片，犹原是认得出来。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德州一个共和党的州长签一项新的法案，讲警察会使直接逮捕非法移民，而且甲赶走，这等于是去犯着联邦政府的权限，引起争议。再来看2024年新的法国小姐已经选出来，是一个20岁大学生。不过上受到注意的是，伊是自开办103年以来头一个低头毛的法国小姐。伊讲这是一场多元化价值的胜利。事实上，这法国小姐选美比赛嘛有对时代渐渐的进步。早在2019年迄届，就成准跨性别来参加。伫顶一届嘛有搁再废除年岁、身悬、生囝、赤字等等的限制。不过到呾也是有人会对伊的头毛、身材、气质来牙签，认为这拢是为着政治正确，根本就毋是咧办选美比赛。分数穿礼服，头壳顶袖冠，经过几啊轮的比赛，20岁结束，加做选美舞台顶悬上届讲的迄粒星。这个新晋的法国小姐，伊拍破纪录，伊是比赛103年以来头一个以低头毛的造型摕到冠军，引起法国社会讨论。Et donc du coup je lui ai dit couper parce que du coup ça a changé qu'on a les cheveux longs ou fins, c'est notre féminité elle est là.
这个选美的头模型是整个头一个头模店的设计师杜吉龙家的，伊鼓励记者以戴头模的造型来参加比赛，嘛无要以负面的评论。英国大部分的法国小姐拢是留长头毛的，真侪声音都批评讲，评审为着要传达国情文化，才会特别强调对多元性别的包容，选择中性戴头毛的记者才做冠军。因认为这个举动，互选美的比赛失去初心，甚至有人阁批评记者的外表。不过，袂少人要是甲小天，亲像伊的故乡北部的一个庄仔头，看地碰面的居民都感觉真骄傲。J'ai cru comprendre qu'on disait énormément de mal et parfois un peu de bien par rapport à cette coupe de cheveux. Bon, moi personnellement, ça me dérange absolument pas. Ah bah tout à fait, ouais, c'est une fierté pour le village. Hein, elle a commencé, je veux dire, Miss Nord-Pas-de-Calais. On l'a soutenue samedi soir lors de la rediffusion qu'on a fait dans la grande salle des fêtes, quoi. 记者目前伫大学读数学甲统计学，伊捌讲，无论什么款的头模型，伊拢认为家己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嘛希望透过这届以戴头模来参加比赛，展现多元的价值。主办单位讲，选美的比赛对时代进步。今嘛超过24岁，已经结婚，或者是下性别的人士，拢有资格参加比赛。不过，也是有女权主义者质疑讲，这场选美的比赛甲英国同款，充满性别歧视。公司新闻杨间编译。讲到即马，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咧相战，甚至是影响到全世界海军。伊拢支持的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为着要表明挺哈马斯的态度，就挑故意去攻击一寡经过红海要去以色列货船。即马国际上真侪大型的航运公司，包括咱台湾的中营甲阳明海军，拢宣布改变港路，这运费成本的增加。全球石油甲物价恐惊拢会对咧起价。因为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继续针对经过红海驶向以色列货船发动攻击，英国石油业者、英国石油公司伫10月表示，将会得到包括丹麦、马士基等全世界4大航运业者的卡波，暂停红海路线及其他航线。目前正伫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也强调，也门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将会启动大河救济发现卫士的行动，联合欧洲甲非洲等9个盟友，共同保障经过红海商船未受到青年运动的攻击甲干扰。In the Red Sea, we're leading a multinational maritime task force to uphold the bedrock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ran's support for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must stop. This threaten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I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 are taking action to open that strait. 也门的青年运动是伊朗伫咧支持，为了要抗议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自11月开始就针对因所掌控的红海南边，连接红海甲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攻击要驶向以色列商船。11月底，一个劫持一台英国所有、日本伫咧经营的运河领袖号货船，劫持25位船员。运河领袖号甚至变作也门民众的观光景点。美国甲法国的军舰最近也连续甲青年运动的无人机攻击，甲动来。除了英国石油甲国际大型的航运业者计划，台湾的货柜三雄，包括长荣、阳明甲万海，10月也宣布暂停红海航线，设另外航线。青年运动伫10月又阁宣布，因攻击2台经过红海商船，因为红海是全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甲液化天然气一个消费品运输路线之一，也是亚洲主要苏伊士运河航向地中海、欧洲甲美国东海的重要航线。业者评估，船只停港等待，或者是行另外航线，将会扭断船期，可能会造成运价行悬。若是这种政策继续1-2礼拜，也会扭转国际油价一个民生消费品的绩效。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欧盟的执委会最近有咧调查 X 平台，因是怀疑 X 平台有咧散布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布恐怖攻击的非法消息。按算下来，可要去调查抖音、YouTube 面册这平台。欧盟表示，若违反所谓服务法，唔拿罚钱。上严重者，会使要求所有的会员国拢总禁疆。哈马斯伫10月初一攻击以色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欧盟内部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执行委员博雷东
北华医界嘛警告过 X 平台头家马斯克，这社群媒体当咧散布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等事件的非法资讯。经过风险评估报告、透明度报告等初步调查资料，后面执委会伫18月宣布讲，要展开4项调查，包括敢有遵照数位服务法的要求，对非法内容的散布，敢有风险管理甲补救方法，应对信息操控的现行机制，和提高平台透明度的措施是毋是有效？另外，关于 X 伫使用者界面设计顶头出名的蓝勾勾口座认证，敢有涉嫌欺诈等。The infringement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in particular the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of risk link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Article 3435 and the flagging mechanism for illegal content. 后面执委员早伫4月就宣布讲，第一批监管的19间跨国大型平台，正正是推特的 X， 因为伫后面有1亿7200万用户，所以嘛排伫内底。除了 X 平台了外，执委会监管嘛针对 TikTok、YouTube 和面册所有者 Meta 展开初步调查。也若巴赫克嘛建议各机构现阶段毋通伫相关的社群平台顶头做广告，不过这无代表后面就放弃使用 X 平台。It does not prejudge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nor does it signal that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X is compliant with all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A. 执委会表示讲，若是违反数位服务法，相关会当罚线顶公司全球收入的6%。也若是情形严重，佫直直违规，会予后面禁止伫27个会员国内底运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今日另外一边，伫咧法国东北部有一种半砖仔、半茶帮，叫做雅尔赛斯款的古建筑。因为都市化原因，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不过，嘛有一群在地人是真有心，因就是专工要来买这种厝的，家己要来整修，家己要住，希望会当甲老厝留落来，继续传承。这间古早厝厝内厝外拢伫咧施工，伫咧法国下内营地区的安哥维莱镇，卡罗加吉勒斯阿某2个人3年前甲这间18世纪起的农舍买起来，要甲伊改做徛家，而且是家己动手改。S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stoop, the main living room. 虽然整修的过程无简单，不过2个人对这间厝有真侪期待。政府红土蓝做废料摕来抹壁，互厝的寿命会当延长。The house is 300 years old, and it's lasted this long because it's built from the materials they used back then. I'm not convinced that modern concrete houses will last 300 years. 这种叫做雅尔萨斯式的厝，伊的结构是半砖半茶，当地旧厝拢是这种型。几落世纪以来，拢伫咧这个村内面，经历过气候甲灾害考验。也当过力强争夺的战争，不过当初起这款厝的人无想到讲有都市化。伫即马每年差不多拢有400栋雅尔萨斯式的厝被拆掉，像这间有4个世纪历史的旧厝，伫2020年就互人拆掉，永远消失。其他亲像这种半砖半茶结构的厝，拆落来建材拢放伫村内一个集中的所在。There's a whole house here. You just need to reassemble it, put the panels on and fill in the half timbering, and you've got yourself a house. 其实伫最近这款传统的古早厝真受欢迎，像这间厝的厝主就甲因阿嬷留来这间旧厝，改做新旧融合的风格，也拍破偏见，完全拢无用新厝的茶。We weren't sure we wanted to renovate an Alsatian house, but we soon realised that it met all the ecological criteria we were looking for. The materials are easy to install, and if you can fix them up yourself,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虽然维护或者是改造这款旧厝真高工，但是有真侪旧厝捍卫者依然尽全力伫咧保存这款雅尔萨斯式的厝，希望会当甲时代灵魂保留落来。同时，这款有特色的厝，每年也当互这个镇吸引超过2000万的游客。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